各位行家，歡迎嚟到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 CPT Zoom 嘅使用示範嘅。第一件事呢，當然要下載呢個 Zoom 嘅程式。如果你係用蘋果手機嘅話，請你到 iOS 平台下載；如果你係用安卓手機 Android 嘅話，請你到應用程式商店下載。第一件事呢，就唔需要註冊，唔需要登入嘅。本會向各位行家發出 email 有關課程連結嘅資料，請喺 email 度按下連結，自動會彈出去 Zoom 嗰度。好啦，之後呢，就改返你個會員證上嘅姓名同會員證嘅號碼，同埋輸入你嘅 email。請留意，一個 email 呢，只可以俾一個人用嘅啫，唔可以重複嘅嚇。如果你冇輸入嘅話，我哋會無法記錄你嘅出席記錄，唔會發出證書俾你嘅。好啦，之後撳繼續，咁就大功告成㗎啦。好啦，各位行家，我哋嘅示範呢就到此為止啦。多謝各位收睇。如果唔明嘅話，可以再翻睇嘅。多謝晒。